食路线。9号伫这边，啊，过来咧。9号伫遮，咱即摆是毋是伫遮？即个入口。西瓜这边较好，啊，外个行吧，啊，外才个倒。对。去这区就对啊。青蛙遮。这伊外区啊。嘿啊，伊遮有写讲啊，伊足敏感的，对，较无大。啊，我咧做迄个动作，就是较袂去互发现。有无？你看到一只咧叮当？敢无？敢无？哦有。而且伊较常听到啥物声？有滑头。伊的耳仔有叮当。系啊。要要去看别区啊？我要看9号。9号是无？安尼无看到9号，我就唔敢玩外区。是哦，好，安尼来去找找咱的9号，看伫倒位。跳吧。妈妈。有。我哪感觉这只是家猫？哦，这只是厝的猫啊。家猫。这只是9号，这只嘞，咱来用。把。灰吧。灰吧。妈妈，伊的身躯淡薄仔白白，啊，伊的就是规个唔能讲有巴肚是白，啊，伊的只就是有淡口淡薄白白，啊，怪伊的头前才是完全是点仔黑的，啊，个这个睫毛是点仔黑，啊，个伊的尾是白，伊的尾仔嘛是唔的。哦，安尼伊啊，是。这个目睭就是较去先切个后鼻小，啊，这就唔的。安尼妈妈，这个我感觉是9号。9号，好，咱来看伊是毋是哦。叮叮叮叮，伊毋是呢，拍怎么子？伊叫姜仔爸呢。伊讲伊是足够爬，伊有法度足够爬树啊，定定拢食树仔顶的动物。啊，伊的面呢是淡薄仔咖啡黄色，啊，佮有黑色的斑，伊的面啊，食。啊，怪伊的目睭尾遮，佮有伊的喙皮有2条黑色的条纹。伊有白白。迄个目尾啦，毋是白白。伊有白白。哎，真的呢，因为白白，迄个白白，迄个白白。这只嘛有白白啊。伊的白白会倒。食是毋是？你认为这是伊的白白啊？食啦。食黑的。黑食迄个。安尼，这只到底是啥？这白白食。安尼伊是啥呢？咱来看卖伊是啥？9号。伊是9号。9号在创啥？啊，今日伊伫遮。社会高台语。9号。9号。灰吧。灰吧。路线。路线。伊有目白。伊有目白。